营单位包括经济部所属的公司能够有多少的投资，我们都会诊这个统一由这个行政院的这个谈判小组他们在处理。国储会证实确实有这个440亿美金的投资天然气设厂的这个计划，但是金额的部分呢，可能并不是全额来支付而针对像是有传出说台湾有可能会被川普列在优先减税的名单当中，而这个国储会呢也做出了相关的回应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证实。而至于讨论到相关的一些我们到底要如何拿出的一些条件去跟川普来做谈判，这个部分呢，国储会也强调相关的团队也都在做积极的讨论，也准备要赴美来做相关的一些谈判的动作。而至于各界相当关注，到底这个中小企业有没有办法这个得到政府的协助来吸收相关的关税？而这个国储会也并没有否认这恐怕也是可以考量的一些方案之一。以上是现场最新，我们将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